再来看花莲的飞行线发生死亡的意外，早起花莲县议会道议员将对于飞行线的管理稽查来进行质询。议员是指出讲，因为无目前无法通管，有真侪业者拢是违法的经营，尤其性命安全是真无保障。看到18花莲发生飞行线意外坠落死亡的新闻，家己的这阵游客真艰苦，因为因顶个月17也来到丰平乡，记者参加同一间飞行线活动的时，朋友飞出去无到2秒，就摔落去树林。负责相关单位这个运动的相关人员打了2次，都在开会。他说他要开会，我要打给我，你从来没有打给我。佮发生飞行线意外，关乎到底敢有管理引起关注，尤其是教育部去年已经颁布无动力飞行规定，今年8月也到花莲协同关府稽查，按照这寡业者无申请许可，也可当继续营业。教育部也清楚的说，你们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要求他停业或者其他的作为。那但是至今，从8月至今，10月份我接到第一起只澄清到11月的这个死亡案件，那到底县政府做了什么？教育处长表示，目前有5间飞行线业者，无1间合法，已经下令全面停业。花莲的5家的无动力飞行业者其实都是没有申请许可。那既然没有申请许可，依照规定，我们也一再的告诉业者，没有申请许可就不行营业。部分议员认为，飞行线活动其实甲沙坡车管理问题同款，官府根本无积极管理，要求成立专案小组进行稽查，也呼吁游客注意类似高危险的活动，保险根本无法度保障，像类似西西中的设计师，更加是无符合法令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